为了要减少塑胶，环境部针对旅馆业者甲饮料店等等提出减塑胶的政策。不过，根据经济部的统计，伫咧2020年到2024年，这塑胶落甲生产量和交易量，却颠倒是一年比一年搁较济。环境部认为，这甲新冠疫情了后，大家介意用网络买物件、外送食食有关系。 陈小姐你好，我是快递，你的包裹到了哦。民众伫网络买物件收包裹是非常方便的代志，不过却加出真侪塑胶粪扫。环团指出，虽然政府有咧推动减少塑胶的措施，不过伫咧新冠疫情了后，大家买物件习惯改变，介意伫咧网络买物件，伫咧外送平台叫食的，这寡行为，互台湾的塑胶量一年比一年搁较悬。环团呼吁环境部要有限制措施。 如果你要有效的限制塑料袋的使用，那你就必须把它纳入管制，然后要求所有的餐饮业者，即使是外带或外送，就是不得免费提供塑胶袋。 根据经济部的调查，台湾塑胶落啊，不管是生产量，抑是内销量，拢已经正做5年来上悬。塑胶落啊生产量伫咧2020年是28万吨，到2024年已经增加到31万吨。若是塑胶落啊内销的量，伫咧2020年是17万吨，到2024年已经来到23万吨。针对塑胶落啊量增加的问题，环境部表示会加强社会沟通。改变生活习惯也需要时间。 我们会和各界展开讨论，进一步强化社会沟通，建立以源头减量及循环经济为核心的推动模式。 环团建议环境部一定要规定外送平台，袂当搁提供一届性的塑胶落啊，并且伫咧平台建立回收的系统，互民众会当选择循环容器。也若网络店头出货包装，环团建议一定要确实要求业者减量，才当完成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